有一日意外發現生命嘅來臨，好多嘅事都會變得唔再一樣。究竟要定係唔要？每一個選擇都冇既定嘅答案。呢個時候，身邊或者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，但係聽下自己嘅內心，因為始終長久面對嘅係自己。如果選擇要嘅，最後不妨問下自己身體嘅狀況係咪適合，有冇人幫到手照顧 BB， 可唔可以接受有段時間冇咗 me time， 將來嘅時間都要再安排。選擇唔要唔代表唔愛，了解機構嘅服務資訊，同埋諗下之後使唔使情緒支援。我相信每個決定都係深思熟慮之後唔容易先做出嘅決定。請你知道你唔係一個人，我哋會陪住你。如果你而家喺個好迷茫嘅狀態，希望以下嘅資訊可以幫到你。如果大家鍾意條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下條片再見。